咱高雄甲仙甲台南南西的民众啊，昨暝袂困着啦，因为有地动，而且连续4遍的地动，这地动感觉非常的明显。一寡老大人啊，摇甲困袂去，也有阿送讲啊，进前南西区啊，就捌大地动过啊，这边啊，佮准甲遮尔严重啊，害因半暝啊，惊甲离裤骹。镜头底下，佮轰叫地动来啊！南部规暝无平静，昨暝到今日透早连续4摆地动，前3摆分别是10点49分、10点59分、11点19分。震央伫高雄的甲仙，瑞士规模上大到4点7，虽然是发生伫今日透早4点24分。震央伫台南的南西，瑞士规模4摆地动，深度拢差不多8公里，算是真浅层的地动。所以讲，震央附近包括高雄、甲仙、嘉义、大埔、台南南西地区乡亲，地动底下特别有感觉。正经嘛，大下都爱走啊，无要伫遐地着啊。有一些老人就已经睡不安稳，又被吓醒了。他们都说，真的脚都不自觉，就是要往外跑的。尤其南西乡亲，因为年初才发生过规模5.7的大地动，大家拢真惊讲过来一摆，为人惊到规暝唔敢困。完全就是被震醒，就是跳起来，然后就先去门外看看到底有没有东西掉下来或者是毁损这样子。我伫南西菜街吼，地动一个，我来到这里，我地动我要惊死。中央气象署表示讲，连续4摆地动是菲律宾海板块甲欧亚板块受坎。正央这个附近这个地方，它受到向北隐没的那个力量，跟欧亚板块向东隐没这个两股力量互相的拉扯，所以这个地方的地质条件是相当的复杂且脆弱的哦。气象署嘛讲，所内可能还阁有地动，虽然规模应该拢无大，不过依然要请乡亲保持警觉。发生地动时，唔通青狂，要冷静，赶紧去避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